好，来继续来关心劳动基金炒股案上新的进展。顶个月，劳金局投资组的前组长杨乃文去互收押，继续追查发现，这个保家资产管理公司先去找福华投信大买远东百回股票，然后甲炒好悬，结果甲炒甲悬的股票全部卖予劳动基金。这个检调长分股的线路类搜索，目前包括保家资产的执行长董楚烈、福华投信的投资长邱明强等5个人，依照着乌西甲操纵股票罪，声押禁见。为什么要炒股哈？挂青色翠暗，伊就是保家资产执行长董楚烈，嘛是劳动基金炒股案的关键人物。你认识杨乃文吗？为什么要炒股？福华投信投资长邱明强面对媒体甲伊问拢袂应。这件劳动基金炒股案，伫咧顶个月，前劳金局投资组组长已经互压起来。即摆第3波调查出，保家资产执行长董楚烈和负责替劳动基金落单的福华投信投资长邱明强，去年就开始炒远百股票，透过资金入场，甲股价有关。短短1个月，股价就为16块半起到24.35。持股关要13%，背后佫找由乃文合作，用比行情悬的24.75，倒回3%的远百持股予劳动基金。听讲由乃文下令爱伫咧观点买远百股票，交易员若无配合地红骂，才会互检举。即摆炒股案，拢总5个人拢已经互压起来，袂当见任何人。